第9章：時間與煩惱。我實在忍唔住再重複一篇咁嘅故事。有一個優秀嘅門徒去到上帝嗰度請求佢傳教真理。可憐嘅上帝話：我嘅朋友，今日咁熱嘅天氣，先俾我一杯水啦。門徒就去敲附近第一家嘅門乞水。一位妙齡嘅少女嚟到應門，於是佢哋一見鍾情，冇耐就結咗婚，仲生咗好幾個細路。有一日，老天開始落雨，呢一陣雨不停咁落，造成咗洪水泛濫，淹沒咗街道，沖走咗啲屋。門徒緊抓住佢嘅妻子，孭住佢啲細路，眼睇住自己就嚟企唔住腳啦。佢大叫：主啊，救下我啦！上帝話：我要嘅嗰一杯水呢？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故事，因為我哋大多數人都喺時間嘅範圍入邊思考。人係根據時間而活嘅，佢最鍾意玩逃亡遊戲，就係發明咗未來。我哋總認為自己將來會有所改變，我哋內心所向往嘅和諧境界都會一啲一啲、一日一日咁實現。事實上，時間並唔會帶嚟任何嘅和諧或者平安。我哋必須停止呢一種漸進嘅諗法，咁意味住令我哋平安嘅明天係根本唔存在嘅。我哋必須喺當下呢一刻揾到和諧。如果真正嘅危難當前，時間咁就唔存在啦，唔係咩？我哋會即刻直覺咁反應，因為我哋尚未睇出好多問題嘅危急性，所以我哋先發明咗時間嚟克服佢。時間實在係個大騙子，佢絲毫唔能夠幫助我哋改善自己。我哋鍾意將時間嘅運動劃分為過去、現在同未來，呢一個界限一經劃定，我哋就永遠處喺衝突入邊啦。學習必須依賴時間嗎？數千年以嚟，我哋除咗互相仇殺之外，仲有冇學識更好嘅生活方式？我哋一手促成咗呢一種恐怖而毫無意義嘅生活。如果要改善佢，我哋就必須了解時間呢個重要嘅問題。首先，我哋應該了解，唯有上一章所描述嘅嗰種天真無邪、永遠清新嘅心智，先能夠睇出時間係點樣一回事。我哋每日面對一大堆令人困擾嘅問題，時常迷失於其中。咁當一個人喺森林入邊發現自己迷路嘅時候，第一個反應係咩？佢會停低落嚟，唔係咩？佢會停低落嚟睇下四周圍嘅狀況，先至做打算。但係現實生活入邊，我哋越覺得困惑迷失，我哋就越將自己忙到氹氹轉，不停咁尋找、探問、強求、乞討。如果我能夠俾你一啲建議嘅話，我第一件事就係先停止內在嘅一切活動。心理活動一停止，你嘅心就寧靜清澈落嚟，嗰時你先能夠真正觀察時間呢一個問題。如果我哋唔能夠全神貫注於一件事嘅始末，時間嘅問題就產生啦。心不在焉嘅態度同外在發生嘅事件一結合，就形成咗問題。如果我哋嘅心唔能夠全神貫注，而係支離破碎，甚至全心逃避，問題就產生啦。只要我哋喺繼續嘅心不在焉，繼續將呢啲問題拖到將來，問題永遠都會存在。你知唔知道時間係乜嘢？我唔係指鐘錶或者日曆上嘅時間，而係心理上嘅時間。
佢就係觀念同埋行動之間嘅空隙。顯然，觀念嘅產生係為咗自我保護，行動則係當下直接嘅表現，既冇過去，都冇未來，佢定必屬於現在。但係由於行動成日帶嚟吉凶難卜嘅後果，於是我哋就求助於觀念，期待佢能夠帶俾我哋一啲安全感。好好咁觀察一下自己嘅內心，你會發現你早已經擁有是非對錯嘅觀念，對自己同社會都形成咗某一種意識形態。你就係根據呢一啲觀念，而唔係針對事實真相行動。因此，行動便遷就觀念，盡量符合觀念，所以先衝突不斷。觀念與行動之間形成嘅空隙，即係時間，佢自成一種領域，根深蒂固咁存在喺你嘅思想入邊。你一諗到聽日就會好快樂，你嘅自我形象就好似喺時間入邊已經有咗改善。通過觀察同慾望所形成嘅觀念不斷增強，於是你話俾自己知，聽日我會好快樂，聽日我會成功，聽日世界就會更好。思想就係咁樣創造出呢一個空隙。而家我要問自己啦，我哋有可能停止時間感嗎？我哋能唔能夠徹底咁活喺現在，唔俾思想產生明天嘅念頭？因為時間就係悲傷，佢就象徵住昨日或者幾千個昨日以前失去嘅愛人或者自己。咁記憶存在喺腦海，時時勾起快感同埋傷痛。你不斷咁樣回顧、期盼、希望、懊惱，思想喺呢一種重複再三嘅過程入邊，不斷延續咗時間，都引發咗痛苦。思想一旦引發時間呢一個空隙，痛苦就隨之而嚟，恐懼都在所難免。因此，我哋必須自問，呢一種空隙感能夠消除嗎？但係如果你一講佢可能消除嗎？佢就變成咗觀念啦。當你有心去完成一件事嘅時候，你已經製造咗呢一個空隙，而且受困其中。而家等我哋以死亡為例，呢一個係令好多人困惑嘅問題，你知道嗎？死亡每日都同你並肩而行，但係你能夠徹底面對佢，而唔將佢變成一個問題嗎？要做到呢一點，你必須停止所有嘅信仰、希望同恐懼，否則你會懷住某種論斷、影像或者預設嘅渴望嚟面對呢一個不可思議嘅東西，於是你又落入喺時間嘅假象入邊啦。時間乃係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嘅空隙。換言之，你呢一個觀察者害怕面對死亡，然而你並唔知道死亡嘅真相，但係早已對佢抱持住各式各樣嘅希望同理論。你相信輪迴、復活或者所謂嘅靈魂、超我、精神體嗰一種超越時間嘅嘢。然而，你係咪親自探索過究竟有冇靈魂呢一回事？定係咁只係你從傳統所繼承而嚟嘅觀念？到底有冇任何東西係永恆嘅、持續不斷嘅，而且係超越思想嘅？凡係思想所能想象出嚟嘅嘢，都逃唔出思想嘅範圍，因此唔可能係永恆嘅。因為思想嘅領域入邊冇永恆嘅嘢，認清世上冇永恆不變嘅嘢係極其重要嘅。只有係咁，心智先可能自由，然後你先能夠真正觀察，其中先有樂趣。未知之事應該不至於令你恐懼先啱。你既然唔知道嗰個係點樣嘅一回事，又有乜嘢好驚呢？
或者死亡對你只係一個名詞，係一個名詞造成令你恐懼嘅意象。咁你能唔能夠唔懷住任何死亡意象嚟觀察死亡？只要一有意象，念頭就跟住生起，恐懼就尾隨而嚟。於是你要唔將你對死亡嘅恐懼理想化，然後對呢一啲冇辦法避免嘅結局築起防護設施，或者你會發明一大堆信仰嚟解除你對死亡嘅恐懼。於是你同你所擁有嘅嘢之間就有咗距離。呢一啲時空嘅距離之中，必定存在住恐懼、焦慮、自憐種種嘅衝突。咁製造咗對死亡恐懼嘅念頭，就會話等我哋延續，等我哋逃避，離佢越遠越好，根本就冇去諗佢。但你偏偏就係要諗佢。當你話我唔要去諗佢嘅時候，你其實正喺度諗住點樣逃避佢。就係呢一種拖延逃避嘅心理，造成咗對死亡嘅恐懼。我哋將生命與死亡分開，生死之間嘅距離就係恐懼，而恐懼製造咗間隔生死嘅嗰一段時間。我哋所謂嘅生命，不過係日復一日嘅折磨、受辱、悲傷及困惑，偶爾或者會閉見窗外嘅嗰一片令人心醉嘅海洋。但係我哋卻害怕結束呢一個悲慘命運嘅死亡。我哋寧願執怨於自己所熟悉嘅屋、家私、家庭、個性、工作、知識、名譽，我哋嘅孤苦以及我哋嘅神明。而呢啲微不足道嘅嘢，都不斷喺自己受制嘅模式入邊痛苦咁樣存在住。我哋總認為生活屬於現在，死亡則喺遙遠嘅未來等緊我哋。但係我哋從唔質問呢一種有如戰場嘅生活究竟算唔算生活？我哋只係知道心理學嘅研究報告，但係我哋從唔探究點樣生活，點樣生活得愉快而美好。我哋似乎已經接納現實中嘅痛苦同絕望，將其視為生活中不可缺少嘅一環，但係反而將死亡當做應該極力避免嘅嘢。如果我哋知道點樣生活，死亡就如生活一樣具有非凡嘅意義。沒有死亡，就沒有生活可言。如果你唔能夠時時刻刻經驗心理活動嘅死亡，就唔可能真實咁樣生活。咁絕唔係智性上嘅詭辯，因為如果你真係想要徹底活出嶄新美好嘅一日，就必須死於昨日嘅種種，否則你只能夠好似機械咁一般運轉度日。呢一種好似機械一般嘅心智，係永遠無法理解愛同自由嘅。我哋大多數人都害怕死亡，只係因為我哋唔知道乜嘢係生活，我哋唔知道點樣去活，所以都唔知道點樣去死。只要我哋害怕生活，我哋自然都會害怕死亡。唔害怕面對生活嘅人，都唔會害怕完全失去安全感，因為佢深深了解根本冇所謂嘅安全感呢一回事。只要對於安全感嘅需求一解除，無始無終嘅活動就會產生，咁生活同死亡就冇咩差別啦。一個人如果能夠活得平安和諧，充滿咗美同愛，必然唔會恐懼死亡，因為愛本身即係死亡。如果你肯死於一切已知之事，包括你嘅家庭、記憶同所有嘅感受，咁死亡實在係一種淨化。然後死亡就能帶給人赤子之心，只有赤子之心先可能熱情奔放。
咁絕唔係嗰一群相信或者追問死亡係點樣一回事嘅人能夠達到。你必須真係死啦，先發現死後終究係點樣嘅一回事。我唔係講笑，你必須大死一番。我唔係指生理上嘅嗰種死亡，而係內心深處死於你一向珍惜以及深惡痛絕嘅嗰啲事情。如果你能夠毫不勉強，亦都唔討價還價咁樣死於任何令你快慰嘅事情，然後你能夠了解死亡嘅意義，死亡就係徹底等心智空掉，將每一日嘅渴望、快感以及痛苦完全空掉。死亡就係更新，一種突變，喺其中思想係完全唔活動㗎，因為思想係過去嘅產物。有咗死亡，就有完全嶄新嘅嘢。從已知中解脫就係死亡，然後你先能真正咁生活。